今年 SARS 疫情是满20年啊，电视剧《和平归来》以当年和平病院防疫做故事背景落去改编，透过戏剧来探讨防疫甲人道的社会经济。电视剧伫3月10日暗时8点要伫咧公视播出。你对得起你的位置吗？你晚上睡得着吗？医护人员甲政府代表伫线顶起冲突，回顾20年前亲身徛伫 SARS 防疫第一线，互人拐伫病院内底的情景。林炳宏医师表示，这回演出戏剧，所有悲伤受气的情绪，一个就出来啊。他们算是考究的蛮精确的，尽量就是有还原出当年的味道啊。那我当初拍摄的时候，就感觉不太对劲，就是我就误以为是当时，所以我其实拍完一次以后，我就有点失控。制作人王怡欣推出《和平归来》电视剧，讲的是 SARS 迄时阵和平病院发生院内感染，政府决定封院，引起防疫甲人道的社会争议。搬演卫生局长的钟时英讲，要安怎徛伫决策者的角度去看待 SARS 防疫，是上大的挑战。然后我们既知结果了，所以我们要还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大家普遍会对这个下决定的人会有一些既定的观念。所以在做角色的时候，就得想去为这个角色他做了这个角色是为什么，然后以比较人性的方向去出发。时间的过去，我们会淡忘记忆，可是曾经有什么样的人在前线为我们付出，促进我们一步一步都能走到更好的今天，这件事情不能被忘记。制作人表示，希望透过戏剧，让少年代知影台湾的防疫经验是安怎来的。和平归来电视剧3月18日暗时8点，伫公视播出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